呢度飽覽維多利亞海港，一大個廳，真係人生一大享受。屋苑以歐陸式風格設計，大型商場連接，補習社興趣班應有盡有，行多2步就可以食到啲道地小菜。業主打造咗一個巨大嘅 L 式大廳，主人房呢個座向呢同露台都係一樣嘅，所以可以一樣睇到飽覽晒成個維多利亞港。咁連埋衣帽間都有大約250尺以上咯，係非常之實用嘅。我燙嘅，而且佢個衣櫃好慳地方啦，又好實用啦。業主打造咗好多儲物嘅空間，而且都係好時尚下嘅。唔知個設計又啱唔啱你哋呢？煮飯都望住朗豪坊，有咩感覺呢？